每一当6月到9月，就是海南宫伫台江国家公园范围内欢喜上重要的季节。透过守护之江所提供的画面，会让看出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对111年开始的保育行动，已经让海南宫对4000只到去年8000只，而且今年敢若一天就发现1000只的数量。对大自然的食物链加保存物种的多样性相当要紧。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一些珍贵的陆蟹资源保护下来。那为什么要保护这些陆蟹？其实陆蟹在生态系里面它是分解者的角色。如果它在生态系里面能够把一些底层的一些枯枝落叶或者是动物尸体等等的一些底层的一些腐植物能够清理干净的话，它可以让这个海岸林的生态系能够维持它的健康。就因为海南宫伫自然生态扮演重要的角色，嘛，互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伫因的欢喜期间持续进行交通管制等保育行动，除了培训之间进行调查甲巡护，避免有人为的破坏，嘛，呼吁民众伫这段期间撇开管制区域，互保的海南宫安心过马路，顺利生下后一代。我们就是在护蟹的部分，主要工作包括有监测调查，然后巡护跟交通管制的工作。那希望透过就是护蟹志工的协助，能够也让他们能够了解，就是这里珍贵的生态，让他们能够发自内心去爱护这个地方。如何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避免人为的破坏？台江处除了呼吁民众配合，嘛希望大家拢有生态保育意识，共同来遵守。咱的新闻管制采访报道。